本來發現有人喺紅磡黃埔花園嘅單位懷疑經營無牌賓館，每一間房一晚收500幾蚊人民幣。民政事務總署話會跟進。有律師就話，賓館嘅負責人係涉及違反旅館業條例，佢同單位業主亦都係可能違反大廈公契。嗱，先睇下嗰啲出租賓館係點。有問題嘅賓館位於紅磡大型屋苑黃埔花園。我哋喺內地旅遊網站青芒果發現呢間紅磡實惠旅店，列明地址喺黃埔花園2樓，有網上預訂服務。網站寫住有2間雙人房出租，每晚500幾蚊人民幣，免費無線上網。我哋聯絡到賓館嘅負責人，聲稱嚟自深圳嘅李小姐。佢帶我哋去到黃埔花園2期2座2樓一個2房嘅單位。是全部嗎？還是這裡全部？樓下保安什麼的會不會不讓我們上？你剛第一次來，我會帶你們的，然後以後的話，我們再來會告訴你們接應。沒事，然後就是說上來就是說是我的朋友，然後。旅館業條例列明，任何嘅處所，如果東主、租客或者係佔用人提供少過28日嘅住宿服務並收取款項，已經係旅館。民政事務總署證實賓館屬於無牌經營。我哋事後表明記者身份，再問李小姐，佢承認違法，又話以後唔會再出租房間。佢又話自己只係單位嘅租客，月租13,000蚊，將房間出租係要幫補租金。有時2間房都會租出，自己就瞓客廳。其實我這個只是臨時的弄一下，我不是說長期做這種業務幹什麼的。那您知道是這樣做是違反法律的，對吧？我知道，我只是偶爾的，可能有時候會那什麼一下，因為這邊房租也很貴嘛，然後那個什麼負擔也挺重。如果租2個房間，那你住哪裡啊？那我就只能湊合着上上睡一下。根據旅館業條例，任何人開設、經營或者係管理無牌賓館都屬於刑事罪行，一經定罪可以被罰款20萬同埋監禁2年。無線電視記者郭嘉欣報道。黃埔花園呢有單位變成無牌賓館，我哋記者詹前榮呢而家就喺黃埔花園嘅。阿詹前榮啊，報道播出咗之後，嗰啲住戶有啲咩反應呢？係景俊啊，咁咧唔少住客都話啦，從來都唔知道啦，黃埔有咁樣嘅情況㗎，希望管理處呢係即時採取行動。咁據了解啦，管理處呢係上過有關嘅單位調查過，發現單位冇異樣。咁咧租客就話咧嚟探佢嘅呢只係佢嘅朋友同埋親戚，並冇經營旅館㗎。嗱，管理處呢暫時呢就唔能夠採取進一步嘅行動㗎。嗱，至於啦係有住客就話啦，附近有大型嘅酒店啦，平時都有好多內地旅客出入，擔心咧如果佢哋知道黃埔有咁平嘅套房出租啦，呢一啲情況會進一步蔓延。賓館嘅負責人話，將間房出租係要幫補租金。咁我哋計過，如果每日2間房都租晒出去，以30日嚟計，每個月嘅最高收入折合港幣39,000幾蚊，扣除佢所講嘅租金，順利有成26,000蚊。本身係黃埔花園業主代表嘅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就擔心情況會蔓延開去。喺民居裏邊經營呢啲非法嘅旅社咧、賓館咧，一定係對住客咧係有滋擾嘅，因為咧出入嘅人、閒雜人等會多咗啦，同埋即係我哋每一座有一個保安嘅密碼，咁係咪會公開咗咧？覺得黃埔都係一個幾即係中上級啦嘅一個即係私人屋苑，咁如果發覺係淪為一個劏房場，或者係淪為一個即係私營賓館、非法賓館嘅場所，咁對成個屋苑嘅形象都係差。咁梗係唔好啦，因為始終係私人屋苑嘛，我哋梗係希望住得乾淨企理，即係保安有監管先得咯。黃埔花園嘅公契列明，住宅單位唔可以做賓館或者係分租床位。有律師就話，其他業主同埋管理處可以入稟土地審裁處控告經營賓館嘅租客同埋單位業主違反大廈公契。要求2樣嘢，一就係禁制令，禁制係任何嘅業主或者佔用人呢，用嗰層樓違反咗公契嘅內容啊。公契嘅內容就係唔好做賓館，同埋唔可以做滋擾。咁另外一方面，當然你可以要求法律上嘅賠償啦，但係賠償嘅數目係幾多呢？就由法庭去裁決啦。黃埔花園管理有限公司回應就話，如果有證據顯示違反公契嘅行為，會對相關業主採取法律行動。如果當局執法，管理公司都會全力配合。
嗱，旅遊業議會就話咧，如果住喺一啲無牌嘅賓館啦，出事咧係唔會有保險賠㗎。咁勸啲旅客啦嚟香港之前上網查過，揾一啲持牌嘅賓館嚟住。